我说哥呀，你能不能别再晃来晃去的了，跟个苍蝇似的。我头都大了。嫣然没能拿到花魁，回去之后他爹肯定又不会放过他，你叫我怎么能坐得住啊？哟，这嫣然叫的，可真够亲切的呀！不行，我得去看看他。哎，你别走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要万一他真的被罚了呢？那我就救他出来呗。那你打算怎么救？我说你不会就这么单枪匹马勇闯相国府吧？拜托你用脑袋想想，那相国府是菜市场吗？你说进就进，说出就出吗？哎，不然怎么办啊？青柔说的有道理，你只身闯相国府，就算救得嫣然，也会因此祸及家人。越是慌乱之际，越要审时度势，慎重行事啊。这恋爱中的人智商果然是负数。不过多亏你有我这个好妹妹。难道你有办法？那当然了，还不快来谢我？青柔，你若已有了计谋，就别卖关子了，速速告诉他便是。切，你们男人果然都是一条心。来，听我说啊，我们可以这样。哎，你到底会不会啊？哎，别瞎指挥。哎，我说青柔，你这么帮助杜嫣然是几个意思啊？哎，我这哪是帮他呀，我是帮我哥，好不好？你看他那茶不思饭不想那劲儿，跟丢了魂似的。你说堂堂一个7尺男儿，竟然变得这般模样，哎，我实在是瞧不下去了。你呀，就爱心泛滥吧，等他杜嫣然从里面出来，再找你麻烦，你可别哭啊。就你话多。哎，阿广，旁边没有人吧？这个东西不会伤人吧？放心吧，比枕头砸人轻多了。麻利呼！哎，青柔，你说你这个东西如果抛错了地方，被别人看到了可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外人看不懂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署名，只有我哥的暗号。什么暗号啊？你就别八卦了，这是人家的小秘密，好吗？我们还是快走吧，别一会儿让别人发现了。走。小姐，外面院子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你看看。来，给我看看。你下去吧。是。这是什么呀？我这次来，是想让皇上赐婚，把嫣然许配给严辰王爷。哥哥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嫣然自小与琪儿亲近，你不怕她不答应吗？我这次进宫，正是嫣然让我来的。嫣然真的答应嫁给辰儿了吗？正是。这我还真就不明白了。还望娘娘成全。哥哥，我们是自家人，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？嫣然真的答应嫁给辰儿了吗？妹妹既然说是自家人，那我也就直说了。我们杜家有妹妹母仪天下，才有了今日的荣耀。我就嫣然这一个女儿，她的未来不光是自己的，也是我们杜家的。我明白哥哥的意思，我也想让嫣然继承我的后位，以确保我们杜家家门兴旺。可现如今，太子之事，皇上并无主意，你怎敢如此揣测圣意？若是
皇上无意将太子之位传给臣儿，你岂不是算盘落空？那就仰仗妹妹了。立谁为太子，妹妹的话才是最重要的。哥哥越说越不像话了，都是我的儿子，无论皇上立谁做太子，我都无话可说。可你的意思是说我左右圣意，在自己的儿子之间做选择吗？娘娘息怒，我这也是未雨绸缪。毕竟皇位只有一个，立谁为太子，这是皇后娘娘必须要做的选择。与其到时候慌乱不堪，不如早做选择呀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坐会儿啊？偃月，臣妾做不到。看你那德行，既然夸下海口，要把有情人整成眷属了，那你就做到啊！记住了啊，什么时候都要学会处变不惊。哎呦，秦柔，王爷来了，何事如此慌张啊？还不是因为野浩那事儿吗？上次你不是说有解决之道吗？解决什么呀？哎，就往人家门口放一个纸飞机，那消息人家看不看得到还不一定呢。哎，你天天就知道损我，不损我能死啊？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你，会，一定会的。这纸飞机又是何物啊？罢了，本王倒有一计，可以一试。什么办法？不知本王说了可有好处啊？我说谢延琪，我浑身上下全是优点，就那么一点点的毛病你就学到了。拜托，你就告诉我吧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让父皇母后相信他二人两情相悦，才能让父皇下旨赐婚。下旨赐婚？对啊，皇上金口一开，任谁都不能反驳。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你又有什么歪点子？我嘛，只是想去找一个人帮忙。谁啊？当然是我们最可爱的小四啦。小四？哎，帅哥，一个人啊？我正觉得无聊，正好你来了，来，陪我喝2杯。喝酒嘛，好说。不过呢，本姑娘是来找你帮忙的。哦。你要是答应我呢，我就陪你一醉方休；你要是不答应我，不行，你必须答应我。帮忙还必须？那我得听听你这事儿有意思没意思了。废话，没意思我能来找你啊？说来听听。我希望你能让皇上帮忙赐个婚。赐婚？父皇不是已经给你和三哥赐婚了吗？不是我，是尹浩和杜嫣然。亏你想得出来啊！怎么着，你就这么怕杜嫣然把三哥抢走，这么着急把她嫁出去啊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他们两个是两情相悦，好吗？而且我浩哥都为了这事儿急出病来了。先说帮不帮？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万花会的时候，我看他们俩眉来眼去的。没想到我嫣然表姐还挺有趣呀，明明说非我三哥不嫁，没想到居然和尹浩。知道什么叫做缘妙不可言吗？小四，你就帮帮我吧。不帮。哎呀，小四，你就帮帮他们吧。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这个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。这件事儿我可不想插手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一向不插手哥哥们之间的事儿啊。我呀，只想做这花间一壶酒。不对，你情绪不对啊，小四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？哎呀，别喝了，有什么事儿你就告诉我嘛。就咱俩这关系，我就跟你平了。
这事儿，你可评不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晴柔，你说尹浩和杜嫣然真的是两情相悦？那当然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和你做一回月下老人。说吧，让我怎么帮？太赞了，够哥们儿。其实啊，特别简单，就是想让你去劝服一个人，然后演一场戏。快，说。母后，王爷，儿臣参见母后。是香儿啊，今日怎么这么乖，早早就过来请安。母后，儿臣多年来四处云游，很少陪在父皇和母后身边，如今回来了，自然要勤快一些，多陪陪母后。对了，母后，儿臣知道你喜欢花草，特意搜寻了西域的奇花种子，进献给母后。你能有这份心意，母后很是欣慰啊。母后，儿臣听说，嫣然表姐被舅父禁足于府中，已多日不曾出门走动了。是啊，这事我也略知一二。嫣然也曾托人带了书信来，希望我劝说他父亲放了他。我也正为此事为难呢。不知是因为何事呢？还不是因为他的婚事吗？你舅父希望她嫁给你二哥，他不同意。可儿臣听说，嫣然和尹浩已经是情投意合，两厢情愿，难道舅父不知情吗？尹浩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千真万确，儿臣不敢隐瞒母后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怎么平白无故多出个尹浩呢？儿臣听说，嫣然表姐常去三哥的府上，其实是为了尹将军。依儿臣看，母后何不做个顺水人情，劝父皇赐婚于二人，也算是成就了一桩好姻缘。那怎么能行？尹浩只不过是个臣子，就算尹老将军战功赫赫，尹浩将来也顶多就是个将军。再说了，我已答应你舅父，求皇上将嫣然许配给你二哥了。母后，儿臣认为此事万万不可。为何？您想啊，嫣然身为相国之女，再嫁皇子，必将引起朝廷上下震动。母亲可知，自古以来，那些外戚专权的下场吗？就算母后和舅父没有存在那样的心思，可万一父皇怀疑起来，母后又如何说得清楚？再加上满朝大臣难免闲言碎语，这对母后和舅父的清誉是无益的呀。这我倒是没有想到，可我已经答应你舅父了，现在反悔，他恐怕也不会同意吧？不如母后先把嫣然表姐召进宫来，我自有解决的办法。好，好。大人，何事惊慌？刚才宫里传来消息，说小姐服毒自尽了。什么？皇后娘娘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早上我与嫣然提起，要将她嫁给晨儿，没有想到她竟然服毒自尽。此刻御医正在诊断，也不知道这条命还能不能保住。皇后娘娘，相国大人，小姐服的毒甚是奇特，臣无法断定，脉象也犹若悬丝，无法判断，更无法下药啊！废物！你要是治不好小姐，我饶不了你！臣无能，望大人恕罪啊！
皇上驾到！嫣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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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啊！嫣然，放手！你快点放手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请皇上恕罪。皇上，没想到小女的事惊动了皇上，老臣罪该万死。找到解毒之法了吗？启禀皇上，此毒貌似来自西域，臣一时半晌还找不到解毒之法。你说此毒来自西域？是。父皇，儿臣曾经游历西域多次，见过西域的巫蛊之毒，不如让儿臣一试，给嫣然诊脉。好，去吧。父皇，以儿臣推断，此毒乃是西域的五虫之毒，毒性虽不猛烈，但难以根治。恰巧儿臣在古书上看到过解毒之法，不如让我给嫣然煎药吧。此方甚好，那你去吧。走，请。父皇，父皇，药已煎好，只是有几味药引都是毒药，眼下只有以毒攻毒的方法才能治愈啊。那，快给他喂药吧。慢，此药毒性不弱，必须有人试过，观察无恙之后才能给病人服用，否则毒上加毒，就真的无力回天了。我来试药。慢，尹老将军就你一个独子，你要出什么事，那让朕情何以堪呐！启禀皇上，尹浩已对嫣然心有所属，若是嫣然死去，尹浩也不会独活。这药无需别人来试，必须我来。大哥，你疯了！脉象平稳，也无大碍。太好了！嫣然，嫣然，你醒醒！醒了。嫣然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好啊，醒了就好。尹浩，你立了大功一件，朕一定要嘉奖于你啊！启禀父皇，尹浩替嫣然试药，赤子之心感天动地。既然两人两情相悦，还请父皇赐婚，不如就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吧。这皇上，万万不可呀！尹浩不求皇上赏赐，只求皇上能让我与嫣然成婚。父皇，儿臣也请您赐婚于二人。皇上，既然这样，还是问问嫣然的意思吧。如果嫣然同意，何不成全这桩美事呢？嫣然啊，你意下如何呀？
既然这样，那朕就将嫣然赐婚于你，日后你要多多照顾。谢皇上。恭喜尹将军，恭喜大哥！大哥，还不赶快谢谢我？我这都有大嫂了。谢谢妹妹，谢谢大家。居然没有想到嫣然会服毒，差点闹出人命。什么服毒啊？其实啊，是小四的归西丸罢了。归西丸？你说什么呀？还不是你这个好妹妹出的主意吗？连父皇都敢蒙骗。怎么了？你要告发我啊？我若要告密，你还能活到现在？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是这样的，我呢，先是让嫣然服了归西丸，然后让她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中毒，随后发生的一切事情呢，都是为了逼你出来而唱的一出戏啊。难道这是你们设下的圈套？这可是皇后娘娘都知道的。妹妹，还是你聪明。那当然，小诸葛不是白叫的。这施药一事啊，乃是嫣然的主意，也是为了测试你的真心。如今这段婚姻，正是因为你的勇敢无畏感动了他。哎，四王爷呢？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他呢。哎，小四呢？刚才还在这儿呢。凌晨王到。舅舅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才半天的功夫，嫣然就白白便宜了以后那小子？皇上开了尊口，你我怎敢违抗啊？那你说现在怎么办？王爷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这一次，王爷得舍出你的心头肉了。你是指你的双儿？生儿见过王爷、相国大人。双儿，你可知道我找你来所为何事啊？生儿不知。双儿，相国大人打算收你为义女，你可愿意？双儿不敢高攀。哪儿的话呀！从我一见到你，就觉得你跟老夫投缘呢。啊！还不快拜见义父大人！双儿拜见义父大人。好，好，好，快起来吧！啊！义父，可是有什么烦心的事吗？双儿啊，既然叫我一声义父，我也不瞒你了。我这一生必定是要辅佐二王爷登上皇位，可是那谢延琪却处处和二王爷作对。自古长幼有序，二王爷本应该就是太子。你能这么想，我非常高兴。你愿意为我和二王爷做事吗？双儿危难之际，
是王爷救了双儿，现在相国大人又是这样的抬举双儿，无论什么事，双儿必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女儿啊！双儿，这次要为难你了。王爷想让双儿做些什么呢？我和二王爷想让你成为谢延琪的女人。你吓我一跳！哟，把你吓傻啦？瞅你那小眼神儿，生无可恋似的。别闹，我有心事儿。哎呦喂，这自从到了古代，我可就没见你烦过。好吧，说来听听，也让我尽尽闺蜜的本分，帮你排忧解难一下。去死！顺便也让我乐呵乐呵。去死！我今天看着四王爷，觉得他心情不好，好像有心事儿。我想帮帮他。我也觉得他怪怪的。阿光，你不会是对小四的讨厌？你不会是对小四那个什么了吧？没有，我就是看他心里难受，我心里也挺难受的。轻柔，咱们帮帮他吧。怎么帮啊？哎，轻柔，我都打听清楚了。别看四王爷平时嘻嘻哈哈的，其实啊，他也是受过情伤的人。那然后呢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我觉得吧，他肯定也是无时无刻的想着他的心上人，所以咱们就像上次骗皇上那样，把他的心上人给召唤出来，让他见见，好不好嘛？不好，我们都不知道他心上人长什么样。我都打听清楚了。哎，他们家里啊有一个那个女孩的画像，咱们就这么着把那个女孩的画像给偷出来，行不行嘛？好。小四，我们来找你玩啦。广公公，哎，你们王爷呢？四王爷一早就出去了。唉，点儿背不能愿意受贿，咱们还是进去等他吧。走。阿光，你说小四会把这幅画藏在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现在只能先四处找找了。哎呦，你说小四最喜欢在房间里面藏一些美酒了，要不我们先去找找看吧？好啊，走。李姑娘，您还是等四王爷回来吧。我跟你们四王爷那么熟，哎呦喂！尹姑娘，好疼！尹姑娘她有疯牛病，是麻风病，你赶紧去找太医，一会儿就不得了了，快点去，快点去！不行了，我快不行了！你才有疯牛病呢！哎，我这不一时口误吗？好了好了，赶快去找吧。好。阿国，你快来看！啊，这个是不是就是小四朝思暮想的人啊？应该是吧。哇，你看她长得多漂亮啊！可是为什么她穿着戎装呢？哎，行了，先别想那么多了，赶紧把她的样子记下来。你以为我是照相机啊？咔嚓咔嚓咔嚓就能拍下来啊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
你们私闯我的寝宫，还乱翻东西，看来真不把我看着王爷了。哎呀，小四，我都跟你这么熟了，你就别那么严肃了，好不好？轻柔，我看是三哥把你给惯坏了吧？没有呢。说吧，所为何事？我想，并非只有喝酒那么简单吧？我这次来呢，是感谢你上次帮我大哥的忙的。那谢礼呢？谢礼？既然登门感谢，没有谢礼，那谢字就毫无诚意。谁说我没有谢礼了？哦，我是来邀请你参加我们的烧烤大 party 的。烧烤爬梯，什么意思啊？没听过没看过吧？保证你不会失望的。哎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好，我一定到。广，青柔，青柔，你没事吧？没什么事儿，我最近辣条吃多了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啊，再见啊。哎，走啦。哎，刚刚那个烧烤 party 的事儿，你有没有跟三王爷商量啊？商量个鬼啊！那是本姑娘急中生智，好不好？嘿，还真把自己当女主人了。哎呦喂，我这也不知道为了谁。我知道错了。哎，你辛苦了啊。哎，翻脸不认人，你个小贱贱！你来了。王爷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叫我王爷？怎么突然知晓礼数了？想必心怀鬼胎吧？其实呢，我是想办一个篝火 party。篝火 party？就是一个大聚会，大家一起喝喝酒、烤烤肉什么的。不可。为什么呀？我朝勤俭兴邦，而我等身为皇子，必须更加严于律己，以身作则。你若举行宴会，必然大有动静。若让父王得知这王府里大兴奢靡之风，必然会怪罪于我。哎呀，我只想找熟悉的人一起喝喝酒、聊聊天、吃吃肉，花不了几个钱的。这……哎呀，求你了，你都没有吃过我烤的肉呢。你？保证你吃了我烤的肉，一定赞不绝口，乐得合不拢嘴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去准备吧。但是切记，不可铺张浪费。了，没问题，拜拜。皇上，大皇子归天已久，这储君之事还望皇上早做决断。皇上，微臣斗胆推举二皇子。相国，臣在。你有何想法？启禀皇上，此事虽有关国运，但也是皇上的家事，臣不便多言。严晨是朕的孩儿，朕最了解。若将国之大任交付于他，恐怕今日他还难以承担。储君之事，众爱卿就无需多言了。臣等遵旨。杨大学士啊，臣在。朕近日偶感风寒，朝事太繁重，过些日子让严琦到我这儿来，帮朕处理一下朝事。微臣记下了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退朝。
臣等告退。舅舅，你还有心思喝茶？你还有功夫喝茶？眼看着太子之位就要落榜了，若是让谢延齐当上了太子，你我可就真没好果子吃了。你慌什么？还不慌？难道你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了？皇上最近身体抱恙，表面上说是偶感风寒，可我问过太医，皇上这是久病成疾，若要康复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这可是你的好机会啊！此话怎讲？你应该趁机多多探望皇上，侍奉茶药，多吃斋念佛，为皇上祈福，这样你的孝心必然上达天颜，下承民间。好，那我明日就进宫。不，今日就进宫。来人，在，准备进宫。是。哎，这是一种小虫子。哎，尝这个。哎，好，好。哎，多喝点啊，味道真好。我先不吃，我从来都不敬你一杯。来，这为何物啊？这个呀叫羊肉串。这如此吃法倒也新奇。吃一个嘛。三哥怎么样？此物竟如此美味。来，王爷，来。不脏了。来，我教你怎么烤。好。特别简单。来，拿着扇子，刷点油。好。转一转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搅一下你们小两口。哎，王爷，我先借轻柔一下，一会儿还你啊。等我啊。就我也来试试啊。王爷，我帮您烤吧。慢着，哎，让本王自己来。来来。哎呀，好了没呀？大头那边都准备好了，你快点儿。OK， 你那边，我那边。OK。来，好，王爷，你快点儿。来。小四，干嘛？跟我来。去哪儿啊？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哦。这酒菜不就已经是大礼了？还有什么呀？哎呀，跟我来啦！哎，快点儿！哎，来喝。哎，过来！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劫财还是劫色呀？你想得倒美！快开！玉童，玉童，哎，切莫上前！我这是用西域幻术召唤出他的魂魄，你要上前，他就散去了。你胡说！玉童明明还在世上，你如何能召唤出他的鬼魂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！哎，小四，果然是你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们只是想让你开心一下。逗我开心？逗我开心就用这种魑魅魍魉之术来哄我吗？尹清柔，你们太过分了！小四，
别喝了。小四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。那你能告诉我，雨桐到底是谁吗？告诉你也无妨。玉桐是我心爱之人。玉桐与旁人不同，她虽然说是女儿身，但是酷爱戎装，常常陪我骑马、打猎，巾帼不让须眉。就连这只箫，也是她送给我的。难怪。那他现在人在何处呢？他人在哪儿？我也不知道他人在哪儿。他仿佛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。那你这么多年是一直都在等他吗？青柔，你爱一个人，你可以等多久？我不知道。我可以等他一辈子。瞧见没有，这小子又能喝又能吃，天天晚上他都要喝，跟三王爷一个模样。你看看，瞧见了没有？哎，知道吗？听说那个二王爷，那是每日都为皇上祈福，特别诚心，天天都吃斋念佛呢。是，听说了，而且还听说他天天服侍皇上喝汤药啊！哎呀，真是个大孝子啊！哎呀，不错，我想着二王爷将来必定有番作为。是啊，这要跟当年圣上一样，那咱们百姓可就享福了啊！对，是不是啊？是福气啊！就是他说的没错。臣见过皇后。哥哥来了，嫣然近日可好？好，还好，毕竟待嫁闺中，最近甚是乖巧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哥哥会为这段姻缘而生气呢。啊，不，皇上既然开了金口，臣哪敢不满呢？臣这次来，是向皇后娘娘报喜来了。哦，皇上身体抱恙，二王爷伺候在侧，并且吃斋念佛，为皇上祈福。二王爷的孝心，真乃是江山社稷之福啊！臣儿一片赤诚之心，皇上也是十分感动啊。民间也在流传，说二王爷是人中龙凤，必是大福大贵之命。民间还有何谣言？这个，臣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哥哥，我们是自家人，还有什么话不能在我这里说的吗？啊，民间还在流传，说皇上这次病重期间，三王爷、四王爷不但不侍奉左右，还在王府内狂欢嬉闹，真是有失皇家风范呐。此话当真？民间是如此传言，臣也不知真假。这是草书，看明白了吗？王爷，参见王爷。免礼。哎，大同，你怎么来了？王爷，晴柔，我在市集上听到一些传言，特来告知你们。哦，是何传言？大家都在说二王爷宅心仁厚，皇上身体不好时，天天在身边伺候着。
倒是说你，我怎样？说王爷您没有小心，皇上生病了，非但不照顾，反而还天天在王府里作乐。哎呀，都怪我！你明明不让我在家里办那个 party 的，都怪我太任性了。怎么办？都怪我。只是些坊间传言，不必介怀。哎，这到底是怎么流传出去的？我们只不过是几个人办了一个小 party， 又没花多少钱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你啊？你是在为本王担心吗？哪有啊，我只是怕害了你啊。王爷，这些虽是民间的风言风语，但是不得不防了。要是传到皇上的耳朵里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哎呀，都怪我，尹晴柔，你真是个猪脑子，怎么就没有一点点政治觉悟呢？好了好了，晴柔，此事是本王的决定，与你何干？你们也不必烦忧，何况本王本就无这争夺皇位之心，所以此事啊，并无大碍的。王爷，李章斗胆一言，但说无妨。虽说您对皇位没有争夺之心，但是如果这皇位被别人夺走了，您能保证全身而退吗？这大王爷就是前车之鉴呐。谢延启，你之前无夺嫡之心，是因为大哥宅心仁厚，有明君之相。如今大哥已逝，若这皇位让二哥夺了去，世间必将生灵涂炭。如此这般，你必须好好想想了。这事情竟有如此传闻。是。这市井之言不可轻信呐。这齐儿的秉性，你我都清楚。朕在病中，这齐儿每日都进宫，照顾在侧呀。你看，他看朕的腿脚不好，就给朕送来了这个轮椅，说是找能工巧匠特意为朕做的。你看他什么时候把孝心挂在嘴边了，还不都是付诸于行动吗？可事情为何又有此传闻呢？这其中必有蹊跷啊！要是义儿活着，你我就不必为此担忧了。皇上这番话，不由得又让我想起义儿。哎，不要难过，朕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了。我看最近朝堂之上，为了皇储之事，也有些异动。我们还是趁早决定吧。王爷，都这么晚了，双儿，吃点东西吧。外边可有耳目？王爷放心，都已经离开了。双儿果真聪明。过几日，相国大人会正式设宴，收你为义女，你要好好把握机会。双儿知道。其实本王也十分舍不得你。双儿明白，凡事都要以大局为重。今后双儿不管身在相国府，还是灵齐王府，双儿的心都会在王爷这里。
你放心，等事情成了，你就是我的贵妃娘娘。双儿谢王爷。不过双儿，你到了相国大人那儿，一定要做出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，千万不要让人看出你是青楼出身。王爷放心，双儿定不负所托。哼，你们这些臭男人，还真以为本小姐是青楼之人呢？本小姐那可是下得厅堂，上得大床，岂是你们这些古代的蛮人所能理解的？早晚有一日，要让你们为轻视我而付出代价。双儿，你这一去，就不知道何时才能见你。来，让本王好好看看你。王爷，佛祖面前，你不怕遭天谴呐？哼，我就是天，这酒肉戒都破了，再破一戒，那又如何？婵儿、琪儿，朕前些日子偶感风寒，你们二人悉心照料，朕都看在眼里。父皇哪里的话，这都是儿臣应该做的。为父有意让你们二人同进御书房，协助朕一起处理朝政。你们二人意下如何呀？谢父皇，儿臣感激不尽。琪儿，你呢？为父皇分忧，此乃理所当然之事，儿臣定当鞠躬尽瘁。起来吧。谢父皇。你们兄弟二人一定要齐心协力，协助父皇。是。好了，下去吧。儿臣告退。三弟，你说父皇让我们共同议政，是所为何事？二哥以为呢？三弟那么聪明，想必不会不理解父皇的用意吧？他是想在你我二人之中选出太子之位。二哥怎可如此揣测圣意？难道三弟不这么想吗？四弟玩世不恭，父皇肯定不会将太子之位给他的。那以二哥的意思，你我二人谁更合适呢？那我倒想听听三弟的意见了。王爷，相国府送来的信。相国府。相国此举，到底意欲何为？义父在上，请受双儿一拜。双儿，起来吧。诸位，这位就是我新收的义女双儿。
双儿见过各位大人。原来此人就是谢元齐，长得倒是不错。哼，管你是谁，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今日承蒙各位大人光临，小女不胜感激，唯有以一舞聊表谢意。好。妹子，王爷不让你来，自有他的道理。你为何如此固执，来凑这个热闹？他不让我来，我偏来。哎，不是我说，我让你来是让你跟你们家嫣然相聚的，不用管我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我走了，你们能行吗？放心吧，没有问题。记住啊，千万不要闹出动静，我一会儿回来接你们。哦嘞。男人果真都一样。可别把我算在内啊！切，闭嘴！你们都是外貌协会的。他谢元齐竟然给丢下，自己却跑来看姑娘，我到底要瞧这是何方神圣？哎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啊呸！本小姐逆反心理重，你不知道？哎，你看得清到底什么人吗？那么远，谁看得清啊？谁？阿果，你快掐我一下！这真的是他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没有看错，除了他孔双双，还能有谁啊？我去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没想到这个女魔头也穿越过来了。看来这周大同啊，说的是真的。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啊？我们还是走吧。你给我振作点儿，今时不同往日了。你可是准王妃了，不用怕啊！哎，她怎么就变成相国的义女了？这里面一定有阴谋。谁？啊！快跑！站住！快点！双儿，你没事吧？义父，双儿没事。多亏三王爷仗义相救。哦，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。没事就好。诸位，来喝酒，喝酒。双儿谢三王爷救命之恩。姑娘言重了。双儿虽不胜酒力，这一杯还是要敬王爷的。好。王爷，您讲的是？王爷啊，
舅父，我那义女，你觉得如何？双儿姑娘花容月貌，舅父得此一女，真是好福气啊！王爷既然满意，老夫就将这义女赠与王爷做个妾，如何？啊，舅父说笑了，此事万万不可。哦，你这是嫌弃我那义女不够姿色，还是嫌弃老夫我高攀不上啊？当然不是，舅父，您喝多了。我清醒得很。小女嫣然自幼跟你青梅竹马，老夫早就把你当成半个儿子，可没想到啊，也罢，嫣然她没有这个福气呀。舅父，嫣然与尹浩乃是天生一对，舅父您就不要再介怀了。你已经有了王妃人选，老夫不勉强你，可老天可怜老夫，又给了老夫一女。老夫这一女出尘脱俗，虽说是个义女，送给你王爷做个妾，也不会辱没了你吧？老夫就把她托付给你了，也算了了老夫的一个心愿。舅父，您真的喝醉了？我没醉，没醉。双儿，义父，王爷。双儿，我把你托付给王爷，你可有异议？双儿并无异议。双儿既无异议，那老夫就做回主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舅父，这盛情，颜琦实在不能接受。你，王爷可是嫌弃双儿？义父既然已经开口，王爷如果不要我的话，双儿还有何颜面活在这世上？双儿不如死了算了。不，双儿姑娘，你误会了。三弟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你怎么能如此不解风月呢？双儿姑娘花容月貌，又对你有意，你如此拒绝她，岂不是太无情了？那若是这样，就先让双儿姑娘暂居舍下，日后再议吧。王爷，这三弟啊，你真是太有艳福了，羡煞哥哥我了啊！王爷，双儿姑娘到了。请进来吧。是。双儿见过王爷。双儿姑娘，就让李章送你去房间吧。我现在还有事，就不送你了。姑娘，这边请。双儿姑娘，这位是王爷未过门的王妃尹姑娘。双儿见过尹姑娘。咱们这边走吧。李大哥，双儿第一次见尹姑娘，觉得甚是亲切，不如就由尹姑娘带双儿去吧。这该来的总是会来的。
李大哥，没关系的，我来吧。那有劳尹姑娘了。李大哥慢走。嗯。不错嘛，尹清柔，这都混成王妃了。你说古代人的眼睛是不是都长背上了？就你这种货色，也能混上王妃？难不成是因为这古代没有美女吗？不对呀，我不就在这儿吗？尹清柔。我这都过来了，识相的，你就给我马上消失！哎，孔双双，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古代，我不怕你。这儿没有什么剧组，也没有什么大明星，更没有什么小助理。哼，跟我来！哼，进来吧。脾气见长了，尹清柔，翅膀硬了。去，给我倒杯水去。切，又不怕烫死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为什么听他的话？孔双双，我可告诉你，现在可没有什么大明星，这儿是古代，大家都一样，还轮不到你使唤我呢。看来你是不打算穿越回去了。回去以后。我还是我的大明星，你还是你的小助理，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。你最好给我小心点儿，识相的就好好伺候我，别惹怒了姑奶奶。你，谢延启，这事我跟你没完。哼！谢延启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怎么？你把那个双儿姑娘接回家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双儿姑娘是暂时住在这里，过些时日，她自觉无聊也就会离开了。那她什么时候走？什么时候？怎么，你与这双儿姑娘有过节啊？我不管，反正呢，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